我宣布，本次获得 ACT 国际青年计算机编程大赛冠军组的是清华大学蒋正涵组。队长蒋正涵也是我们的最佳队员获奖者，让我们向他们表示祝贺。好，谢谢，谢谢裁判员。再一次校本冠军获得者清华大学蒋正涵组表示热烈的祝贺。有请得奖者登台，有请陈博士登台为他们进行颁奖。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啊！谢谢，恭喜，谢谢谢谢。小西，看这边。春的漫漫长廊，多少秘密徜徉，未收拾的梦与想，骄傲地挂在脸上。海阔天空的方向，约定要一起前往。你的温暖装满行囊，以后我的荣耀都是你的。凭着彼此简单的勇敢，甩开生活的每题答案，苦与乐一起品尝。学不会太聪明的计算，不如相信心跳的回响。相信你想着我的呐喊，相信你始终陪我去仰望。踏过一些伤，只为能与你踏遍时光，寻找我们划过的远方，凭着彼此简单的勇敢，拆开生活的每题答案，苦与乐一起品尝。